樂隊 Mr. 喺2016年咧就已經分道揚鑣噶啦。上年所謂嘅重組咧係冇注音嘅，其實都算少有啊。咁啊早前咧朋友啊突然之間咧 send 咗幾張咧嚟自布志綸啊 Threads 裏面嘅一個貼文啦，就爆大鑊，不吐不快啊！嗱，佢首先咧就出咗個 post 啊，分享入行之後咧自己最滿意嘅作品啊，例如有森林啦、黑色狂迷、如果我是陳奕迅同埋個人單飛作品人在野等等啦。點知咧10幾分鐘之後再連出幾個 post 啊嚟料咯。Alan 話啦，森林係我一個人唱嘅，連和音都係啊。喺錄音嘅時候，我冇感受到所謂我們一起唱嘅情景，亂噏得嚟，請尊重事實。有人問我個吉他係邊個彈，我會講係邊個彈。有人問我個鼓邊個打，我會話俾人聽邊個打。有人問我首歌邊個唱，我會話係我唱，事實係我唱。我第一次聽到一首歌係我唱，而別人話首歌係什麼，我哋一齊唱，我拗嘟晒頭。之後佢繼續話啦，即係之前咧試過做咗堆嘅歌債啦，佢寫過半數咧要交嘅歌，咁啊然之後有人同佢講啦，佢話不如將呢一批歌所有曲詞咧就俾晒大家啦。我就黑人問好啊，咁我喺呢段時間努力寫緊歌嘅時候，你哋其他幾條友去咗邊？你哋發展緊你哋自己單飛嘅事業啊？然後我就要將我作曲填詞嘅就分晒俾大家。當我以為啦提出啲咁無條件分晒俾大家嘅成員啦，到佢做自己歌嘅時候，亦都會以呢一種諗法啦，將所有嘢咁去分啦。咁原來咧係冇嘅，佢係好嘢嘅。Alan 又透露啦，曾經俾隊友出賣啊，佢話被出賣嘅感覺咧，即係曾經啊拍晒膊頭啦，講好咁就咁啦。咁啊一去到同老細開會咧，佢又 keep 住死撐啦。咁但係原來咧係會有人大聲公開話佢戇嘟，咁啊跣咗佢一鑊嘅好兄弟好朋友。咁啊，到底 Alan 分享第一個 post 之後嗰10幾分鐘啊，發生啲咩事？見到啲咩嘢就刺激到佢咧連環出 post 啊？點解話一早咧係有感而發，係打算連環出 post 㗎啦？佢所講嘅其他4個都係咁對佢啊？點解話只係某一啲嘅前成員咧？嗱，就咁睇咧，又好似唔係全部喎。咁啊，估唔到咧，喂，2026年咧第一單嘢開始咧就嚟咗個謎啊！